大家好啊！今日一定要即刻講嘅就係阿仙奴等咗22年，終於都獲得英超冠軍啦。其實我多次都公開講啦，我並唔係邊一支球隊嘅球迷嚟嘅，我係為咗我呢份工作呢係完全中立，對任何球隊都冇特別嘅感情嘅。咁但係呢，作為人類啊，咁始終都係好想一啲呢係努力過啦，有潛質啦，有能力嘅人到成功嘅，而成功嘅時候呢，都係會感動嘅。即係例如李斯特城當時咁樣攞英超冠軍，大家都好開心、好感動嘅。咁之後呢，我就開始做呢個 channel 啦，都做咗10年有多噶啦。咁我曾經都好希望呢，就係哥迪奧拿可以用控球在腳嘅方法攞英超冠軍，因為佢嚟之前呢，係冇人能夠相信英超係可以用控球在腳方法呢係攞冠軍嘅。咁但係我就話係可以嘅。咁所以咧，我就當時都好希望佢做得到啦。咁佢就做得到啦。咁當時我都係估中咗哥迪奧拿咧，就係嗰一年呢，即係第二季執教就攞英超冠軍嘅。咁跟住我又試過喺嗰一年呢，就預測3年後就利物浦最快2020年攞英超冠軍咧，亦都估中。而當時咧，亦都係我好希望高普咧一個咁努力、咁激情嘅教練咧，係能夠攞得到嘅。好啦，咁跟住下一次我最希望邊個攞英超冠軍呢？咁如果大家有追開我 channel 都知，我最希望就係阿迪達攞啦，因為呢個係建基於呢，就係我對於英超冠軍嘅一個門檻嚟嘅，就係太頻密嘅賽程裏邊呢，英超強隊你必須要用控球在腳嘅概念呢，先至可以打得到嗰啲聯賽嘅賽事嘅。如果唔係呢，你就唔夠力啦，一路呢，你都係會頂唔順嘅。咁高普呢，我就覺得佢係慢慢會進入控球在腳啊嘛，咁所以就覺得佢2020年有機會啦。咁後來呢，我就覺得下一次有機會嘅就係阿迪達，因為佢師承咗哥迪奧拿呢，而近年我亦都睇得到呢，就係佢嘅越見成熟啦，係戰術多變化，仲多過師傅啦，加埋個死球嘅設計啦，咁啊夾埋埋其實係有希望嘅。今季未開季嘅時候，咁我就同啲會員做賽季預測啦，估呢一屆英超冠軍啦。咁我就話咧，其實係冇理由唔係阿仙奴嘅。如果唔係阿仙奴呢，我都唔知點樣再做落去，因為真係冇一個理由呢去顯示今季唔係阿仙奴嘅。利物浦更新換代，陣容改變太多，又冇買足翼呢，係唔會攞到聯賽冠軍嘅。而當時嘅曼城情況都係一樣。但係當時我就話啦，只要買到蘇比文迪同埋馬道基啦，咁阿仙奴齊整晒噶啦。咁加埋一路以嚟睇佢哋嘅進步啦，防守嘅能力啦，球員嘅心態開始成熟啦，阿迪達嘅變化越嚟越多啦。其實今屆係到噶啦。咁我仲幫阿迪達算埋命添啦，係咪先？咁啊發現呢，佢今年嘅運程呢就最接近呢係攞到冠軍噶啦，咁多年以嚟最接近噶啦。咁而我一路都不停同啲會員講啦，阿仙奴 head 住曼城嘅分數大約係2至6分啦。咁啊一路我都係講到好死嘅，好有信心啊！對於佢哋一路今季會攞英超冠軍，佢哋都係拋開咗分數，亦都係證明晒我所講嘅理論。咁啊唯一美中不足嘅地方呢，就係去到英超決賽佢哋輸咗啦。咁跟住4月份佢哋係傷兵潮啦，咁我係有啲動搖嘅。咁但係去到5月份呢，佢又真係嗰啲運程嘢又全部歸晒邊去翻晒佢嗰邊喎。咁終於都攞到英超冠軍啦！想當年阿迪達初初上任嘅時候，佢帶阿仙奴入黑暗期，咁呢個呢係好勇敢嘅行為嚟嘅，但係亦都係好高風險嘅，因為呢係會不停俾人鬧，成績一定會好差噶嘛。咁啊當時有人喊打喊殺啦，就話佢會降班添嘅，去到差唔多降班嘅邊緣，我都當年係斬釘截鐵咧，係支持佢，同埋講係一定唔會降班，而且咧夠膽入黑暗期。若果成功之後咧，就係英超冠軍嘅路途嚟噶啦。咁都多謝阿迪達啦，證明翻我所講咧就係冇辜負我對佢嘅期望啊。實際上咧，當年好多阿仙奴球迷都對佢冇信心嘅時候咧，就係我對佢最有信心嘅。基本上當年咧就係我同佢一齊咧係不停俾人炮轟，不停俾人鬧嘅。咁今次都終於叫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咁我係好感動嘅。
咁我都要恭喜埋阿仙奴球迷啦，即係尤其是咧就遠赴去到倫敦嘅香港人喎。當中咧有我哋熟悉嘅阿仙奴球迷咧就文傑，咁我都真係咧睇到佢喺 YouTube 啲片啊，喺 Facebook 啲片咧就慶祝啊喺倫敦街頭，咁我都覺得咧就係要恭喜佢，就覺得真係佢亦都好好彩喎，真係好嘢喎！睇呢一個主場對般尼嘅賽事，特登留低咁啊等般尼茅夫嗰場波。咁般尼茅夫嗰場波我都話啦，曼城就唔得噶啦。咁我預測都估中係打和嘅。咁啊呢場賽事係幫埋咧，就阿仙奴球迷咧就可以唔使留咁耐啦，即刻就可以就地慶祝啦。嗱，講到慶祝咧，人類未來要慶祝嘅就係佢哋會獲得 AI 嘅幫助喎。全香港第一個 AI 審批貸款嘅 App X Wallet App 已經全面升級啦。X Wallet App 除咗有 X 現金 AI 貸款之外，仲有大額私人貸款啦、結餘轉戶同埋先買後付添。而且我仲幫大家爭取到加碼優惠喎。新客戶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HW8000 申請 X 現金 AI 貸款，批唔批到都好啦，都即刻先送你300蚊 XPay 電子現金券，確定埋貸款合約，再送你高達8000蚊嘅現金獎。快啲碌落去下邊 info box 條 link 嗰度 click 入去研究下啦。咁另外亦都要多謝同埋感激翻阿仙奴嘅管理層嘅。嗱，我哋睇翻呢20年裏邊咧，即係大家記唔記得，即係阿仙奴曾經有幾多個主教練啊？嗱，如果我問車路士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要數下先嘅，係咪啊？咁但係問阿仙奴咧，我相信大家唔需要點樣數啦，係咪啊？但係咧，我都肯定大家會答錯嘅。你大家即刻諗一諗啦，阿仙奴呢20年嚟啊，有幾多個主教練咧？咁當然啦，即係有啲 tricky 嘅，就係個答案咧，理論上係3個啊，係咪啊？主教練啊嘛。咁但係如果咧tricky 啲咧，跣大家嘅話咧，咁你係要答4個嘅喎，因為有一個咧係臨時主教練，嗰個叫龍格堡，咁就係愛美麗之後嘅。咁但係咧都顯示咗咧，阿仙奴管理層咧，即係佢對於教練嘅支持同埋耐性，而呢一份咧嘅勇氣咧，我哋係並沒有在呢一個曼聯、車路士身上找得到嘅啊！咁我哋咧找得到呢一個運氣嘅董事局咧，我哋就會發現咧係曼城、利物浦同埋阿仙奴，而呢3支球隊咧就係偏偏成為咗近年嘅英超冠軍球隊啦。咁啊，足以你可以睇得到咧，你唔俾耐性嘅話咧，咁你乜都冇嘅。咁當然啦，你要確保自己第一步行啱啊，即係你唔好請牛魔林呢啲咁天才橫溢嘅教練啦，係咪啊？咁你必須要請啱個教練啦。咁當你請啱個教練咧，三思後行就百折不回噶啦。即係你唔可以話見到成績短時間內唔好，又要 cut loss 咁啊，唔得噶噃。如果當年阿迪達教黑暗期 cut loss 咗，炒咗，咁依家會點呢？咁當然都可以話嘅，當我依家咪一樣有機會攞英超冠軍，第二個教練攞啫。咁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有冇第二個教練喺英超嗰度攞到冠軍呢？當中啊，淨係得高普、史洛嘅啫。咁而且咧，阿迪達44歲之年攞英超冠軍咧，其實啊係第3年輕嘅主教練攞英超冠軍噶啦。啲人話阿迪達好慢啊，咁耐都攞唔到，佢44歲就攞啦。其實上一次年輕嘅教練攞英超冠軍係幾多歲呢？摩連奴係42歲。第二年輕嘅咧係杜格利殊，都44歲。咁咧就係阿迪達都係44歲。其實第二年輕都得㗎，你可以咁樣講㗎。摩連奴喺嗰個年代其實個對手就唔係好多嘅，04、05嗰個年代，主要咧就係曼聯嘅啫。當年嘅阿仙奴，大家阿仙奴球迷亦都好記得啦，就係起球場，咁所以咧你係冇呢個投入嘅轉會費資金嘅，咁你變咗咧其實都唔係啲咩主要英超競爭對手。利物浦未得，咁啊車路士突然間崛起，曼城係未發達嘅，咁所以咧主要係曼聯同車路士鬥嘅啫。當年啊，咁啊容易好多啦。咁但係而家咧，而家你覺得難唔難咧？即係而家咧英超係有 Big Six 嘅，以前都冇 Big Six 咁多嘅。
咁仲有就係而家嘅英超冠軍門檻係好高啊，俾哥迪奧拿推高晒噶啦。咁所以你唔能夠師承哥迪奧拿，再喺哥迪奧拿上邊你再有進步變化，咁基本上你係好難攞得到嘅。咁同埋阿迪達係英超10年內啦最年輕帶領英超球隊入歐聯決賽嘅教練嚟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唔知道今日仲有冇人夠膽死呢？就係話阿迪達唔得啊，阿迪達廢，阿迪達冇料咁樣嘅，即係我都好想聽嘅，我好想笑下嘅。呢7年裏邊呢，我一直都默默支持，因為我相信呢個教練係得嘅。當年我係不停講話要炒愛美麗，一請阿迪達我就話要長期去支持佢。咁攞英超冠軍呢嚟講呢，史諾都係歐聯16強要出局先得嘅，但係呢，阿迪達就搞埋個歐聯決賽出嚟㗎啦。咁究竟阿迪達係有冇料嘅呢？如果唔係歐聯嘅壓力呢，4月份好攰傷兵潮，其實根本一早就已經分咗勝負啦。至於好多人話今年咧係靠國球，咁呢個當然係無可否定嘅。但係即係啲人話嗱喳招嗰啲嘢呢，我啊真係不敢苟同嘅。因為球例寫咗幾多嘢呢，你就即係證明你係可以做幾多嘢噶啦。咁同埋呢一招將人冧放喺小禁區裏邊，人類歷史上咁多年嘅國球，竟然都係冇人諗到呢個方法，就直到去到哇都要去到2026年，先至有人諗得到呢一種呢創新嘅方法又有效嘅方法。咁你亦都不得不呢就係佩服噶噃。咁同埋呢種方法其實變化都要好多先得，即係唔可以一味天書睇到老嘅。咁再加上呢，就係你要斬得好靚落點先至會配合到。如果你落點唔靚，其實你係做唔到啲乜嘢嘢，因為一定要呢，就係同你阻擋守門員路線呢係反方向個落點，一定係要啱啱好，好似配合得要好好先得啊！就唔係話呢，即係好容易啫咁樣，即係鴨仔波呢混亂呢，即係呢啲之説呢，我真係覺得係可恥嘅。係完全冇張開眼睛，又從不欣賞人。只可以咁講呢，即係你支持嘅球隊做呢件事，你咪支持啦。你唔支持嗰隊波有呢件事，你咪唔支持啦。你行一個人出嚟同我講，我清高到就係我自己隊波做呢啲嘢，我唔支持，跟住我就會割席，我就唔再支持球隊噶啦。你行一個咁嘅球迷出嚟呢，我就服。咁同埋普遍人淨係見到今季阿仙奴靠國球，咁呢個係好表面嘅，因為好多嘢都睇唔到嘅，仲有好多細節嘅嘢呢。我今日係同大家總結埋嘅。點解曼城會輸英超冠軍？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曼城嘅球員係一齊 fit， 跟住一齊唔 fit。12月份一齊 fit。2、3月份一齊唔 fit， 4月份一齊 fit， 5月份全部一齊唔 fit。但係阿仙奴呢？阿仙奴係輪流 fit， 好多 X factor， 好多賽事呢，佢都唔係靠國球救命嘅喎。其實去到下半季，尤其是係靠一個你諗唔到嘅人行出嚟突然救命。嗱，季初就馬道基醫師救命。佢哋咁快融入，你諗都諗唔到啦啩。後來佢哋回落呢，跟住就杜沙特咁大年紀大爆發，你諗都諗唔到啦啩。杜沙特回落呢，就輪到其他復出嘅球員開始有表現啦。連青訓產品杜文有時都會救你一命。呢啲入波呢都唔係國球嚟嘅，仲有去到季尾。全季都冇表現冇狀態，奧迪加特突然之間復甦，又係諗唔到啦啩。更加諗唔到嘅就係，喂，我哋成日都話，奧迪加特點呢？阿仙奴先至有成績嘅，奧迪加特唔得，阿仙奴就唔得。全季都冇奧迪加特，竟然咁滯係咁樣樣，又係諗唔到啦啩。竟然奧迪加特係冇乜點樣貢獻，今季係英超冠軍，原因就係贏班底。贏阿仙奴董事局對阿迪達嘅支持，甚至贏青訓。所以點解當時我咁有信心就係今季阿仙奴，因為佢哋買嘅人對症下藥，長時間一路攞唔到冠軍嘅原因就係冇兩個位邊線進攻點後備力量同埋正選嘅派牌。
冇派牌，你嘅控球在腳無法達到敵極致，冇邊線進攻點嘅輪換，你無法有效地持續全季有邊線突破力去完成整個破密集嘅組織。買到啦，咪得咯。利物浦、曼城買唔到啦，咪唔得咯。點解曼聯係排第3？有人話牛魔林搞低咗個成績，可以咁講，但係曼聯都遠遠未可以同曼城、阿仙奴爭英超冠軍。點解？就算有卡域克幫古亞開竅，但係由頭到尾曼聯嘅組織太過依賴班奴啦。班奴20個嘅助攻裏邊有8個係罰球，另外有8次係 open play 快攻反擊，咁即係話有2次係面對密集。即係運動戰10次組織裏邊呢，有8次係要靠快攻反擊，亦即係話曼聯嘅組織單一，亦都太過依賴班奴啦。太過依賴一個人呢係唔係一件好事，尤其是助攻。阿仙奴呢，阿仙奴就分散晒啦。今季你可以見得到，又輪流 fit，又輪流做到嘢，所以個組織進攻係多元化嘅。喺呢個時候，我哋就會睇得到個前鋒就會受惠咯。即係我哋全國不停講啦，即係約基利斯都真係技術又差，即係跑又其實又唔係真係十分之快添噶啦。咁但係佢好歹都入14球嘅，因為就係有呢個供應咯。咁同埋經過咗阿迪達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嘅球員都係會進步，即係例如馬天尼嘅進步啦，做後備殺手呢，有一個好嘅安排啦，同埋其實意識上進步咗唔少啦。約基利斯由開季到依家嘅進步就係做貝龍門支點啦，其實係已經係越嚟越好啦。咁至於你話阿仙奴今季嘅英超冠軍分數唔高啊，去唔到90分以上啊，咁呢個呢，就真係只能夠講啦，寵壞咗啦，你哋已經係嘛？90分或以上嗰啲年代啦，你留意下有冇歐國聯？而家有冇歐國聯？啲球員有幾辛苦？90分或以上嗰啲球季，嗰啲球隊係咪都一齊攞到呢個英超同埋歐聯決賽嘅席位先？係嘛？阿迪達今季嘅難度有幾高？大家係有目共睹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嘅，歐聯嘅過程晉級唔係話好難，佢哋條線係靚嘅。但係呢條線呢係佢哋自己爭翻嚟嘅噃。佢哋喺呢個歐聯分組賽嘅時候攞到好嘅成績排第1，咁啊先至攞到條最靚嘅線噶噃。唔係話你攞靚線啫，佢哋唔係抽翻嚟嘅喎，係靠控球作佢嘅系統 keep 到英超成績，又 keep 到歐聯分組賽成績先做得到嘅噃。咁當然啦，你又可以話嘅輪換唔係好好咯，即係搞到4月份仲係有傷兵潮，突然之間俾曼城追翻上嚟，嚇到大家跳一跳。咁但係又要咧調翻轉頭欣賞翻咧，就係今季啦。就算俾佢哋係4月份要入傷兵潮都好啦，復出嘅球員啦，一樣係立刻出到狀態 ，keep 到成績喎。咁仲有嘅就係咧，英超決賽輸咗，冇人崩潰喎。以前一定崩潰嘅喎，以前一定係送禮嘅喎，會不停咧心理出問題。但係今季由頭到尾我都不停同人講啊嘛。阿仙奴球員心理冇嘢喎，進步咗好多喎，好定當喎，冇失誤啦喎。戰術、死球、取態變化，阿迪達有齊啦，爭個控制球員心理，今季都做得到啦。佢係全部嘢做晒咯喎，咁佢值唔值得攞英超冠軍呢？有人問呢個問題㗎，話阿仙奴今季值唔值得攞英超冠軍，定係歷史上最不值得攞英超冠軍嘅球隊？係靠人哋弱啫咁樣樣。如果係咁嘅話呢，咁李斯特城嗰屆呢都係唔值得嘅，因為都係人哋弱啊嘛。布力般嗰屆又係唔值得咯。曼聯帶到開晒嗰幾年，即係99啊、2000嗰年，咪又係唔值得，人哋都係弱。人哋弱你就唔值得攞英超冠軍啦。哦，咁就真係冇辦法喎。即係阿仙奴，你問翻佢呢，佢都話喂，咁人哋弱唔係我控制嘅，唔通我想人哋強，或者唔通我係有能力令到佢弱嘅咩？咁仲有就係啦，嗰啲角球啦，講翻啦，啲人又話你靠角球啦乜乜乜。
咁點解人哋又唔可以靠角球呢？淨係得阿仙奴可以靠呢？點解又係唔係人哋諗到嘅阿仙奴諗得到呢？好啦，就算俾你諗到，你練唔練到呢？點解阿仙奴會練到呢？個道理就係呢，因為阿仙奴要練嘅練晒啦，咁先有其他嘅時間練角球噶嘛。好似你曼聯呢個車路士組織都未練好嘅，你練翻組織啦，你練咩角球啊？邊道理啊？係咪啊？你梗係練到爐火純青啦，你普通嘅運動戰組織賽事你處理到晒啦，你先至可以額外練啲 add on 嘅嘢噶。唔係話我練呢樣嘢搞掂咗我就犀利啦，我就稱霸啦嚇，我就冇呢樣冇捷徑噶，老友搞清楚啦。梗係好多基本嘅嘢我得晒，我先至可以練啲新嘅嘢叻嘅嘢啦。咁係咪基本嘢我已經做好啫，比你好啦已經，係唔係啊？點解係靠角球啊？淨係有冇諗呢啲嘢啊？唔用腦嘅人真係好難同佢溝通噶喎，老友真係。最近好鬼得意嘅，最近有啲阿仙奴球迷嚟留言呢，就話估唔到啲咁公道嘅說話呢，就來自一個曼聯球迷講出嚟咁樣樣。嗱，咁我都承認嘅，2005年左右啦，之前啦嚇，咁我係曼聯球迷嚟嘅，但係我為咗咧達成我做呢一個足球評論員嘅目標呢，咁我就徹底洗脫咗曼聯嘅呢個係感情嘅。咁所以冇嘅而家，所以我係可以絕對咧幫任何球隊講公道説話嘅。曾經講到呢啲人以為我係哥迪奧拿嘅球迷，以為我係曼城球迷，咁後來啲人又以為我係利物浦球迷，咁最近有人以為我係阿仙奴球迷，冇所謂嘅。但係我嘅長期聽眾呢，佢對於我一個最總結嘅評價呢，就係我公道咯。而我係真心為任何球隊發聲同埋俾建議咯，即係我唔係為你死啊，想你死啊，俾個生嗌貼士你，冇呢啲嘢嘅。我係為任何球隊咧都係俾我認為最好嘅建議，係我覺得需要咁做先至可以達至成功。咁你都會發現嘅，每一個新教練落嚟，我俾嘅建議去到佢成功嘅時候，佢係做得到呢啲建議嘅。即係例如哥迪奧拿啦、高普啦，都係咁樣樣嘅。而只要我睇到個教練有潛質嘅話呢，我講佢未來係會奪英超冠軍呢，其實佢終歸都要攞得到嘅。係咪好想知道下一個會祝福嘅教練係邊一個呢？咁你就要支持我哋嘅會員區域噶啦。嗱，講到會員區域呢，咁繼續今日嘅片尾彩蛋，我會講講來季阿仙奴嘅情況嘅，即係應該要點樣處理嘅。咁 YouTube 呢度呢，嗱，記得俾多啲 like、subscribe、撳鐘仔，俾多啲有意義嘅留言分享，咁樣先至可以幫到 channel 增長嘅。多謝晒啊！嚟緊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嘅足球評論。如果你想對於何 Wing 嘅堅持作出實質性嘅支持嘅話，就記得 join Patreon 啦。會越嚟越多獨家嘅節目，包括獨家轉會評論啦、獨家賽後評、獨家大戰預測、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加上 YouTube 普通影片最後嘅片尾彩蛋啦。要聽晒以上嘅節目都只係需要40蚊港紙嘅咋，再加多20蚊就有埋每個月2次嘅專屬直播，攞到正選陣容，再預測2場準備開波嘅大戰。如果再想支持多啲呢，就可以睇埋額外嘅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精裝版微觀聲畫同步。加入最高嘅球王級別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就可以以75蚊嘅優惠訂閱。希望喺 Patreon 見到大家啦。